嚟啦，靚仔，你想點啊？我冇錢俾㗎。嚟得我哋嘅清流，點可以唔玩返一晚先走啊？哥仔，你冇錢嘅話，留低喺度打工都得㗎。我老母病撚咗，想執啲砒霜俾佢，等佢可以早死早超生。咁，不如我送個古仔俾你，你上網發帖，可能會成為搵到錢嘅阿婆主喎。阿婆主？傳說嘅開端，世界係一團混沌，而後神明投下火種，泰坦自火中降生，三位編織命運，三位開闢天地，三位捏塑生靈，三位引導災禍。泰坦嘅火光燃放文明，令到萬邦嘅生靈生生不息。但係黃金嘅年代轉瞬即逝，族神嘅黑潮自天外降臨，佢嘅幽暗比死亡更深邃。泰坦陷入瘋狂，凡人舉戈相向，紛爭迭起，血色將黎明吞沒。眾神交戰，太陽都為之沉默。流淌吧，黃金嘅血液。點解呢個古仔我好似喺某六字遊戲度聽過嘅？千年嘅神戰，淨係留低一個破碎嘅世界，一個黑暗嘅時代。火種就熄，神嘅時代已經結束。金血流向大地，神諭喺遠方響起。阿姨，你到底講完未呀？恭喜你成為被選中嘅細路。個故事叫做轉身成為黃金銳，只要自殺3350337次就可以返嚟完神。而家我俾個綠雲白鷺嘅帳號你，等你由卑魯伯舉升咗羅浮，再殺入片得 Connie， 最後去翁法羅斯好好體驗一下啦。請問你係咪白鷺啊？白鷺？我叫做盜火行者喎。你冇搶我火種啊！